大家好，今日係2026年4月13日。而家同大家讀澳洲新聞。澳洲拒絕捲入中東封鎖，總理呼籲和平解決。首先要關注嘅係國際政治對我哋生活嘅影響。美國總統特朗普最近宣布要封鎖中東嘅霍爾木茲海峽，呢個係全球石油運輸嘅命脈。不過，我哋嘅總理阿爾巴尼斯今日好明確咁表示，澳洲唔會參與呢次單方面嘅軍事行動。總理喺電視訪問入面提到，佢希望見到局勢降溫，而唔係令全球貿易陷入困境。佢認為最好嘅方法係等各方返去談判桌。呢個決定顯示咗澳洲喺外交政策上開始更加注重區域穩定同埋自身嘅貿易利益。油價壓力山大，共乘平台加收燃料附加費。講到能源，大家最近出街叫車可能要俾多啲錢啦，因為國際油價持續飆升。知名嘅共乘平台 Uber 宣布由後日開始，每公里會加收5分錢嘅燃料附加費，為期2個月。雖然聽落唔多，但對於每日要通勤嘅後生仔嚟講，積少成多都係一筆開支。聯邦資源部長金馬德連亦都提醒大家，如果車頂架平時唔用，記得拆咗佢，減輕車身重量，幫自己慳返啲油錢。總理外訪東南亞，尋求能源供應多樣化。為咗解決長遠嘅能源安全問題，總理阿爾巴尼斯本週會出發去文萊同馬來西亞。點解去呢兩度？因為馬來西亞係澳洲第3大燃料供應國。總理希望透過同文萊蘇丹以及馬來西亞總理安華見面，鞏固雙方嘅貿易關係。喺而家全球局勢咁唔穩定嘅時候，同鄰近國家打好關係，搵多幾個油竇，對澳洲嚟講真係非常關鍵。科學突破，澳洲深海發現金盞花新物種。雖然國際形勢緊張，但澳洲嘅海洋研究就帶嚟好消息。調查船調查者號最近完成咗深海任務，發現咗好多極之精美嘅新物種。其中最吸睛嘅係一種長大約100幾毫米嘅蝴蝶魚，因為佢嘅顏色同形態好似金盞花，所以科學家正式將佢命名為金盞花蝴蝶魚。另外，之前大受歡迎，好似小飛象咁樣嘅 Carnarvon 扁餅章魚，亦都再次引起網民熱烈討論。呢啲發現話俾我哋知，澳洲周邊嘅深海世界仲有好多寶藏等緊我哋去探索。綠色科技投資，政府撥款支持海藻產業。澳洲政府今日宣布撥出幾百萬澳元，資助5個創新項目，重點竟然係海藻同微藻。其中一間叫 BioBorn 嘅公司會用人工智能嚟大規模生產微藻肥，幫農民增加產量。另外一間CC Solutions 就會研發用海藻嚟代替化妝品嘅膠包裝。呢啲項目唔單止環保，仲可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睇嚟未來澳洲嘅經濟發展可能會變得很綠色。法律界盛事，維州大律師申請絲綢頭銜。喺墨爾本，法律界今日有一件大事，就係資深大律師嘅申請正式開始。呢啲被稱為 Silks 絲綢嘅資深大律師，係法律界嘅頂尖人物。
維多利亞州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會親自審核，睇下邊啲大律師有足夠嘅技術、誠信同埋領導才能。呢個頭銜對於律師嚟臨係最高榮譽，象徵住佢哋喺司法界嘅卓越貢獻。治安警報：亞德萊德警方尋求公眾協助。喺南澳嘅亞德萊德，警方今日公開咗一張閉路電視片段，想大家幫手揾一個喺格萊內爾格區出現過嘅男子。警方懷疑呢個人同最近一單罪案有關。除此之外，澳洲各區最近都加強咗交通巡邏。警方提醒大家喺路面上要保持警覺，如果見到任何可疑人物，可以匿名舉報，共同守護社區安全。足球小將亮相，新星錦標賽賽程出爐，體育迷要注意啦！澳洲新一代足球員錦標賽嘅賽程今日正式鎖定，呢個比賽會喺本週末喺悉尼揭幕。最特別嘅係，今年請到日本足球學院嘅隊伍嚟參賽。同我哋本地嘅U15球員交流，呢個係大家提早觀察澳洲未來球星嘅好機會。雖然我哋嘅U20女足之前喺亞洲盃8強止步，但希望呢班後生仔可以喺嚟緊嘅比賽度爭返啖氣。女戰士精神，國防軍女子足擊橄欖球隊凱旋。另一單體壇消息。澳洲國防軍嘅女子足擊橄欖球隊戰士隊啱啱結束咗喺新西蘭嘅比賽返到嚟，雖然比賽過程好激烈，但隊員好似馬修斯同唐納利都話，最重要係同鄰國球員建立友誼。呢種體育外交展現咗澳洲女性堅毅同包容嘅一面。能源廣告風波，公帑係咪用得其所？最後一單係關於政府最近推出一個價值2000萬澳元嘅慳油廣告，內容教大家要拆走車頂架，唔好再咁重嘢等等。不過呢個廣告今日喺網上引發咗熱議，有啲網民覺得呢啲係常識，質疑政府係咪浪費納稅人金錢。總理阿爾巴尼斯就回應話，喺能源危機之下，提醒大家一啲簡單嘅慳錢方法係有必要嘅。總結，今日嘅澳洲新聞話俾我哋聽，雖然國際政局好似一團亂麻，由油價到外交都充滿變數，但澳洲依然喺科學研究同綠色產業上穩步發展。我哋一方面要面對生活成本上升嘅挑戰，另一方面亦都睇到年輕一代喺體育同科技領域嘅希望。生活喺呢個變幻莫測嘅2026年，掌握資訊，保持理性，係每一位新一代澳洲人嘅必修課。多謝大家收聽。